食住其實差唔多，廣東旅遊更超班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廣東旅遊嘅林仔。今日同大家推介嘅呢係 BHN053湖南新州生日團。呢條線路啦，我哋首先會安排喺福田口岸集合以及深圳灣口岸集合。預計啦係坐2個零鐘嘅車程就會去到餐廳食中午飯噶啦。喺第一日嘅行程啦，會帶大家去到愛蓮湖。愛蓮湖啦係每年嘅7月8月啦，亦都係荷花盛開嘅時候。我哋行程當中啦，亦都會帶大家去到避暑勝地仰天湖大草原。仰天湖大草原啦係海拔1314米嘅仰天湖大草原，係中國最南端嘅高山草原，亦都係離粵港澳最近嘅高山草原，有南方嘅呼倫貝爾嘅美稱。喺每年嘅夏季啦，呢度變成為咗網紅避暑勝地打卡嘅地方。行程當中亦都會帶大家去到御后街。御后街係鹽泉最古老嘅一條古街，已經有2200幾年嘅歷史㗎啦，俾網友稱之為郴州嘅小鳳凰古城。大家可以喺御后街去尋找地道嘅美食，無論係行程當中嘅龍門胡鬚雞宴，以及鳳凰9天迎賓宴、福盛霸王鴨宴，都係值得大家選擇。如果你覺得呢條線路 OK 嘅話呢，真誠咁希望大家可以轉發分享出去，或者係同啲親朋好友一齊報名啦。